哦，就这人家小巴得来看上，大的新街不难下，节子没了，只把他的冲击，菩萨这个我们总是的大主铺得了下，等你他妈新街不难，马上也不叫的，就这人家，他妈了这些得嘞，哦呀，这个大叔，这个我们总是节子没了，菩萨，哦，得了送个多，他妈新街不难的，怕菩萨撒下我去怕的不你怕不吃不，等这些的送个多，他妈新街不难的。这个我们总主铺我他带的多，节子没了上街主把就是，哦呀，当回嘛的那没给新酒的这个东，回嘛没给毛长多少都我大个，等你怕节的不就新没得的咱把，等你节子没了上街呢，你怕这破坏通不了，等你送个多去着人家，咱们了小把得嘞，这个大叔兄弟小把得嘞，小个大节子没了，新来洋洋叫啊小，咱们了这些得嘞，哦呀。他这个我们做主铺那个都清清楚啊，哦呀，这个我们总是等着的，哦呀，工作上个是节奏没了，上街菩萨，哦呀，节奏没了的，他们没了也不教学，去着人家他们了这些得来看上，没了干妈妈教啊，这些得来，工作上个是节奏没了，都没有。哦呀，他这个大叔他们新街不难的，节奏没了，六街、菜街、上街，主把就是。哦，得了的，主把托萨，这些得嘞，去着人家，这些得嘞，去着人家，他妈了，这些得嘞，这个我们做的这些得嘞，学个哟，得嘞，他妈了，这些得嘞。